来看今年地方首长的选举，其中花莲县国民党的人选是谁？咱看这位，伊是资深的媒体人，较早原来是主播出身的何启成，伊要争取代表国民党来选花莲县长。不过，国民党的花莲县党部宣布以民调的方式来决定人选，就是台摆除在外。所以何启成到党中央去陈情，希望讲党中央想看卖，可以有一个机会为这个党来服务。全民调的这个做法都还没有展开嘛，是吧？那所以因此我们会提出我们的一些看法嘛。主持媒体人何启成来到国民党中央陈情，因为伊则打表态讲要争取代表国民党参选花莲县长，不过花莲县党部张宣布要用全民调的方式决定人选，不过说介伊摆除在外。我们到中央党部的资讯网去查，我们也没有看到今年的所谓的作业要点。花莲县党部认为何启成户口无伫咧花莲，嘛无去县党部确定参选的意愿，所以无纳入这一遍讨论的名单。对这件代志，何启成叫县党部甲代志讲清楚，互伊负参与提名权利，嘛要求党中央合法解释，先怎2020年张善政、郭志芬提名时嘛无设户口伫咧桃园和高雄。还不到第二阶段的那个初选嘛，目前只是在一个协调阶段嘛。那他要把他的参选计划、参选理念赶快跟花莲县党部做一个说明，之后他是一个适当人选，当然会把它纳入到协调机制里面啦。根据国民党花莲县党部规划，即马就敢若安排给安乡乡长尤淑清、含前花莲市市长叶耀辉做全民调初选，已经表态何启成开始伫咧想办法。希望这边党部再重新评估委员怎么看。报权期无加做回应，毕竟有关项会当代表选花莲县长牵动地方布局，党中央更加小心细腻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